歡迎大家嚟到星期二得道節目。好啦，我係各位嘅節目主持，我係 Johnny Fox。好，我哋今日繼續嚟到2026年嘅3月1號啦。好啦，咁今日係星期一，亦都嚟到咧3月嘅第一天。好啦，嚟到星期日啦嘅晚上時間，我哋繼續同大家係揭露最新嘅香港時事噶。好啦，咁呢節當然咧要就住最新咧發展嘅國際局勢係同大家咧討論一下香港咧所受到咧嘅影響噶。仲有同大家總結係香港嘅最高領導人咁，雖然咧都係俾人委任都係咧係手下嚟噶，不過名義上邊喺香港咧就最高。咁呢個咧叫做咧係特區咧嘅行政長官係李家超。呢節咧要嚟盤點一下噶，就係最新嘅國際嘅局勢發展對於香港咧嘅影響，仲有呢一位所謂香港嘅特首嘅眾多咧嘅計劃噶。好啦，咁唔知大家咧仲記唔記得啦？咁呢個咧行政長官李家超就係話咧去咗中東就係咧搞訪問噶。嗰啲訪問咧最早就係喺咧係2022年嘅時候就係話咧係去訪問，當時咧就已經俾人恥笑噶啦就係話其實李家超咧走去中東其實咧就係去旅行而之所以走去中東，其實好簡單，就係因為香港係冇晒西方國家嘅生意貿易夥伴因此只能夠咧就係去揾咧中東唔通走去揾北韓同埋俄羅斯咩？俄羅斯一陣間先講。好啦因為咧俄羅斯都冇錢，俄羅斯最大嘅生意來源就係希望你咧幫佢偷運咧武器，咁結果咧香港中東資金冇啦，但係就成為咗咧係黑資金黑交易咧嘅主要中心。好啦，而伊朗亦都成為咗香港咧嘅一個重大嘅黑交易咧嘅係客戶嚟噶，因為咧伊朗同俄羅斯一樣，需要利用香港呢個地方就係咧係轉口佢哋所需要嘅軍需。好啦，咁恐怕咧而家咧嘅局勢顯示就係香港咧而家連個生意即係黑交易嘅生意都冇得做。點解？因為伊朗政權已經被瓦解噶。咁最新咧嘅消息係伊朗嘅國家嘅媒體 State Media 亦都出嚟咧係已經確定咗啦就係話呢一個咧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已經喺較早之前嘅空襲入邊已經咧喪生。好啦，咁伊朗呢一邊咧亦都係需要由一班咧係法官委員會暫時接任咧嗰個政權噶因為佢嘅政權其實已經等於係面臨瓦解啦。好啦，當然往後嗰可能係2天48小時就要睇咧伊朗嘅人民啦。而且估計美國同以色列咧仍然繼續出手，唔會容許個咧係邪惡政權繼續咧可以咧再生。好啦，睇翻咧係香港咧嘅李家超李家超咧真係可以話得上登到咧又係極限噶。我哋今日嘅節目有同大家講一班咧極登嘅人噶。好啦，咁李家超咧就唔使講啦，簡直咧就係超級咧嘅公關災難王嚟噶。幾乎每一次咧係李家超所搞過嘅事幾乎咧都係唔單止爛尾，而且災難式咧係告終。好啦，呢個所謂叫做中東資金而家咧都係呢個叫做災難式咧嘅情況係結束噶。最早李家超咧就係從2022年開始就走去咧係出訪呢個咧中東由於香港嘅外資撤出，大量嘅人移民帶住資金離開香港咧好似立即咧被抽乾一樣噶，個經濟咧係立即變差而無知嘅李家超就係去完旅行去完中東可以咧引入咧係中東資金咧嚟香港咧落戶噶。最離譜嘅係咩咧？就係喺上年喺2025年嗰陣時咧，伊朗同埋以色列咧就已經咧爆發過一次咧戰爭噶啦。當時咧就有好多人咧係問李家超噶，喂，你成日話喺中東揾資金，咁而家中東嗰邊個地緣政治相當之唔穩定喎，呢個以色列同伊朗嘅戰爭會唔會阻礙呢一個投資中東咧？好啦，咁李家超點講呢？佢居然出嚟話咧，無論世界發生咩事都仲係要繼續咧係做生意噶。真係咧顯得佢係極度咧係無知，亦都講嘢又不負責任，又冇學術水平噶。好啦，咁如果伊朗
中東打緊仗，點同你做生意啊？喂，你真係當你自己係避難港啊？以前喺港英年代，香港就真係可以做避難港啦。即係例如越南發生戰爭，咁香港咧變咗第一收容港。好啦，咁李家超咧就係喺當時以色列同埋咧伊朗發生衝突嘅時候就係被問到㗎，就話香港同中東咧會唔會繼續維持咧所謂嘅合作㗎？好啦，咁李家超咧就話咧要維護同認同國家立場㗎，就話要透過外交途徑咧解決問題喎。咁講咗一大堆咧廢話，咁結果點樣透過外交途徑呢？咁你有咩外交途徑去將以色列同伊朗嘅衝突去斡旋呢？我真係好想問。正當個世界係發生咗咁多大事，你就會睇到咧，其實香港呢班咧政治人物，其實咧講啲嘢咧好好笑噶。接近講啲嘢咧係 nonsense， 但係完全冇常識，都違反常理噶。如果中東係發生戰亂，幾時輪到你香港走去係做中東生意呢？中東如果要走佬，都第一時間走去其他邪惡軸心國家啦嘅裏邊，例如俄羅斯，仲有咧係中國大陸，幾時輪到你香港呢？香港嚟嚟去去只能夠係用作就係黑交易中心，即係用嚟迴避係世界嘅制裁。好啦，而做呢個生意咧，其實做嘢係有限。因為既然都講到明係黑交易咯，除咗喺你度開兩間咁嘅空殼公司喺度做下交收之外，亦都唔會有所謂投資喺香港出現噶。好啦，所以作為邪惡軸心國家，話要做呢堆軸心國咧嘅中間點，其實咧好好笑噶。你做佢哋嘅中間點，即係話咧幫佢哋咧駁腳，做咧 dirty job，實際上係幫香港招來咧將來嘅制裁，甚至乎係會有其他事情。好啦，唔係講笑喎，而家咧個世界個版圖但個邪惡軸心就等於中東咧呢一邊冇咗呢一大橛。好啦，咁搞法咧如果中東真係能夠擺平咁恐怕其實嚟緊咧嗰個叫做戰略重心又會好可能係翻嚟亞洲呢一邊除非真係好似大量嘅五毛同藍絲咁啦就話咧而家要把握空窗時間，要盡快咧收復台灣。好啦，不過恐怕你咧可能係有10日8日嘅所謂空窗期㗎。香港咧而家嗰個叫做國際定位，其實咧好好笑。原本咧就係國際金融中心，做嘅生意全部都係西方世界嘅生意。但係一下子由於咧係要親中，支持所謂係中共呢嘅立場，就突然之間從西方陣營變成咗咧邪惡軸心陣營。好啦，邪惡軸心陣營亦都唔會以你作為中心㗎。因為金融中心可以喺中東國家，例如杜拜多哈阿布扎比呢啲地方，根本冇可能需要走過嚟香港。香港從來都唔係做開呢種生意。你最近先至咧係入會，好似入黑社會咁，你個輩分太低，個信用值咧又低，咁所以根本就唔會有中東嘅生意無端端咧俾你做。更何況其實咧從來大家都聽唔到北京咧有咁嘅政策。因為如果北京同中東做生意，其實北京自然會喺個政策上邊係會公布。呢一樣嘢咧，我好肯定係李家超自己幻想出嚟噶。咁所以呢件事咧根本係冇任何嘅所謂國家戰略咧係支持，純粹佢自己係無端端喺度咧係廢噏。所以呢件事唔使講啦，冇中國大陸咧嘅政策係支持呢件事。呢一樣嘢，少少個地方政府特別行政區個長官出嚟講，就會以為有中東國家就會睇得上眼你。其實真係好好笑噶。好啦，因此呢個災難王真係唔係講笑，真係個名唔係浪得虛名啊。而家搞下搞下，連伊朗咧都登死埋啦。好，我哋今次同大家係揭露到呢一度，請各位記得繼續係節目咁 like，繼續社交媒體 share 我哋嘅節目。繼續建設性留言亦都請繼續打開我哋本台嘅節目清單，欣賞播放再播放。好，我哋今次時間同大家暫時講到呢度。